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这衣服怎么了？小意外。没事吧？无碍。你呢？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看，我记得你说过，你最希望看到星玄韵了。真美。尉迟哥哥，这些珍贵的萤火虫，本来我舍不得用的，但是这星玄韵太美，太难得了，所以我就想把你叫来一起欣赏。萤火虫多的是，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用。真的吗？那我以后可以随时看到尉迟哥哥啦。尉迟哥哥，你把衣服脱了吧。把衣服脱了，我们不太好吧？这又没人，没关系的。在这里啊？嗯。不可以，不在这里也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我看你袖子破了，给你缝一下。我带了针线的。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都怪星君和雪贤雪，害我在暗云面前如此邋遢。没事，我自己弄就好。尉迟哥哥，你是怕我补不好吗？我在家经常给我爹缝的，你相信我。不用了。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